Mahamadu Kita， Mahamadu Kita， 就是我们今天很开心，对，然后想要唱一首，这是原住民的生日快乐歌，对，然后今天我想说，今天有人生日，那个小薇跟佩仪有没有在？好，我们一起唱，站起来，要站起来吗？不要站起来。我们唱法文的，不然阿美族语，马赫玛多吉他，好不好？预备，马赫玛多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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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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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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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我有准备的礼物，就是从法国的，对，雪内的。首先有2位嘛哈，熊内的袋子，首先在哪里啊？那个2位，哪一个是佩仪，哪一个是小慧？好哎，上台啊！对，礼轻情意重嘛，两个都上雪内的袋子里面掏出来。法国的巴黎铁塔。谢谢你们生日来看听我唱歌。那我要开 party 吗？你们怎么开 party？KTV 哦？变装哦？还是涂奶油？啊，对，我就是收心也还蛮特别的。我常常做这种事情呢，不晓得。但本来想要玩一个游戏的，对，等下再玩好了。这样就我自己想象的那种。涂奶油不要啦，我是偶像呢。好，唱一个开心的歌好了。这个是阿美族的把妹歌。我写给部落的年轻人的，因为现在原住民很难娶到原住民的，原住民也很难嫁给原住民的。我去法国居然看到2个排湾族嫁给白人，你知道排湾族是原住民最黑的。他们是怎样讲？想要生出来巧克力哦。很神奇，我在法国碰到一个台湾的原住民哦，这样。好，那这首歌叫《改油印》，改油印。改油印就是阿美族的话，就是美少女，也可以翻译成小姐、姑娘也可以这样。或者讲姑娘，是不是大家就比较了解一些？没有，前阵子去上海，刚回来讲一些很奇怪上海的事情。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分享的，有机会吗？有。还是我要办歌迷会之类的？要给歌迷一些优惠这样。好，这首歌改油印。好，我教你们怎么唱，就是简单的，当我唱，嘿呦，就大家回应这样，改油印，试试看，嘿呦，改油印。我唱乌曼格乌拉，就是小姐你到底喜欢什么？小姐你到底喜欢什么呢？就原住民的把妹歌，试试看哦。嘿呦，乌曼格乌拉罕，嘿呦，乌曼格乌拉罕，嘿
yo. Umanggaulakan hey yo. Umanggaulakan na hey yo. Umanggaulakan hey yo. Umanggaulakan na hey yo. Umanggaulakan hey yo. Umanggaulakan. Oh banci aku kau yang ku aku keteraku. Maulid aku kau yang makasrani nang kamu. Sahat dengan saat tengiren nakamaulak isu itawanan kayo baka magay gisu maulak ay gisu babawana isu mga isu hey yo umagaulakan hey yo umagaulakan na hey yo umagaulakan hey yo umagaulakan